剑，待本太子吸干你的阳元，再给我你的法宝神魂罗眼。元神精神术。元神精神术。对了，黄泉途中还有1缕天狼烟，不知能否为我所用。可此时我无法腾出手来，我该如何是好？算了，本太子我已经玩够了，你受死吧！竟然还有幸存的小厮，好吧，不错，也是一个小娘子。你不要过来！不错，不要过来！红衣，不动！有本事你冲我来！难道又被黄泉途收走了？红玉剑，本太子的红玉剑呀！难道天狼烟？这！天狼烟，你到底是好？上！华师兄，华师兄，袁师弟，华师兄好生快，我追了半天，在说正事。堂堂魔门高手，能换取一枚阴阳万寿丹的红粉太子，就这样被你杀了。谢方兄救命之恩，你这是干嘛？若不是有你相助，我怕也要命丧于红玉剑之下了。没想到修仙之路真如这般惨烈。红衣，你也别过于悲伤。其实，只有莫师姐战死，那袁剑孔是逃了。啊！袁师兄居然是这种人！其余人只是中了阴雷之毒，我现在就用血救醒他们。忘了这些夜叉！慢点！